恭喜晒胡杏兒。好啦，呀，哇，得返一個喺度啦，點啫17歲嘅你，我知道而家心情一定好忐忑。不過唔緊要，有 Leo 哥哥喺度，有咩可以講俾我知喎？仲有朱芬姨姨喺度喎。準備好未啊？你準備好你點一點頭示意？你真係準備好？我講㗎啦喎，我講㗎啦喎。金獎嘅呢一位朋友係叱咤史上第一位未成年嘅女歌手，係呢一個生力軍嘅女歌手 Jam。Jam 上榜歌包括《等一個他》、Where Did You Go？Thank you。要多謝商台同埋所有嘅 DJ 咁支持我，同埋俾咁多鼓勵我。哎呀，仲有一張。好彩啫。我要多謝我嘅唱片公司 Hummingbird Music， 佢係一間俾到好大嘅空間我，而且好認真做音樂嘅唱片公司。我要多謝我老闆阿聽。如果我老過佢嘅話，我會用年青有為嚟形容佢嘅，因為佢係每一方面佢都好落力咁樣去做，而且每一方面佢都好叻。我要多謝我嘅同事Ronnie、Crystal、副歌 Icy 等等。仲要多謝Morris、Winnie、Annie G Chan 同埋佢嘅後援隊，仲有我嘅老師小妹鴨仔、Clarence、阿一、Christine， 跟住我要多謝屋企人，爹哋媽咪係每一日都等我返屋企，每一日都煲湯俾我飲。多謝我妹，多謝屋企隻熊仔。仲有要多謝幫我監製嘅阿媽，多謝 Johnny， 多謝我哋 in-house 嘅 producer Lupo。You're my inspiration. Without you, I'm still a little girl singing in the bathroom。仲有我要多謝所有嘅人，多謝支持我嘅 fans， 因為你哋令到我有動力去繼續進步，唱多啲好歌俾大家聽。亦都要多謝所有唔支持我嘅人，因為你哋善意嘅批評係令到我揾到進步嘅方向。惡意嘅攻擊亦都令到我有更加大嘅動力，希望去證明俾大家睇。雖然阿 Jam 係肥嘟嘟包包面，成日整蠱做怪扮金魚嬉皮笑臉，雖然佢只係一個17歲靚妹，但係喺佢中意做嘅音樂上面，佢仍然係會好認真，係會好努力咁繼續去進步。喺度亦都要多謝，雖然短短出道半年，但係都俾咗好多鼓勵同埋寶貴意見我嘅歌手朋友，亦都要多謝今年嘅新人，佢哋我哋大家一齊玩，一齊去努力，一齊去進步。最後要多謝係如果冇咗佢，我就乜嘢都唔會有，所有我有嘅嘢都係佢俾我，要感謝主。仲有喺度，阿 Jam 承諾大家喺嚟緊嘅日子裏面，佢會好努力咁樣唱多啲好歌，作多啲好歌俾大家睇，會做好每一次嘅表演。多謝你哋。恭喜晒 Jam！